为着鼓励想要学台语的家庭，新竹本土语协会甲文化局拜六特别举办台语实农教育的活动，互遮的家庭伫咧过程当中听台语、讲台语也学台语，希望互更较侪人来同齐甲台语捡倒转来。这句台语要安怎讲？低头吼，这有吼，低头就是低头，低头得骨头的，古早低头吼，毋是伫超级市场就买得到的，拢爱去 party 啊店。带大家来到田内，用台语绍介种田的家事，佮有囡仔当场挽菜头，顺续教大家实农教育的重要性。家长讲用这种方式，互囡仔学台语就有意思。我甲阮翁拢会晓讲台语，毋过阮查囝佫无啥会晓。平常时嘛袂讲，所以我感觉有办这个活动真好啊。嘛会使实在其他会晓讲台语的囡仔较有伴啦。烤了菜头，佮带大家做伙 DIY 动手做菜头粿。虽然大家骹狂手乱，也毋过会当食到家己做的菜头粿，大家囡仔拢笑嗨嗨。我感觉做菜头粿是一种对传统的思念，嘛是一个真有趣味的代志。因为咱一般来讲，尤其伫现代，即马菜头粿咱拢是市场还是超市买就有啊。但是经过这个家己做的过程，囡仔会使知影讲是安怎要安怎为米甲菜头去做一个结合。用水菜头。再来咧，炒车。用炒车。加炒车。你爱食菜头粿吧？介意。就是互台语会使生活化，咱透过活动，互亲子的家庭、大人带囡仔做伙用台语来生活，来做手作，来做这个体验。新竹市本土语推广协会配合文化部培育台语家庭计划，除了举办台语实农教育活动以外，续来计举办各种的台语活动，招大家同齐来甲台语捡回来，建立多元语言的社会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